由於外地唔同地方都有感染傳染病嘅風險，因此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大家要提高警覺，時刻注意個人、環境同食物衛生。出發之前身體有唔舒服，記得即刻睇醫生，問下醫生你仲適唔適合繼續行程，否則有可能會加重病情，仲可能傳染俾人。首先要提防嘅傳染病係急性腸胃炎，特別係因為諾如病毒引起嘅急性腸胃炎。呢隻病毒好易傳染，一般喺冬季比較活躍。病毒主要係經食咗受污染嘅食物，接觸污染環境或者人傳人傳播。出行時要預防急性腸胃炎，就應該加緊注重個人、食物同環境衛生，特別要小心處理嘔吐物同排泄物。旅程中應該時刻保持雙手清潔，食飯前同去洗手間後必須要洗手。洗手時應該要以鹼液同清水清潔雙手，搓手至少20秒。用水過清，然後就用抹手紙或者乾手機整乾雙手。如果冇洗手設施或者雙手冇明顯污垢嘅時候，可以考慮用酒精搓手液潔手。由於酒精未能夠有效殺死諾如病毒，所以酒精搓手液亦都唔能夠代替鹼液同清水洗手。食物安全都好重要，食飯揀餐廳要揀間有信譽嘅，要食啲完全熟晒嘅食物，唔好食生冷嘢，例如生蠔同冷盤。如果好唔舒服想嘔嘅話，就盡量使用嘔吐袋。遇到嘔吐嘅情況，要盡量遠離受嘔吐物污染嘅地方。而隨行人員亦都要安排使用1:49漂白水，徹底消毒污染嘅地方。而消毒嘅同時，亦都要戴上手套同外科口罩。至於出發去天氣比較炎熱地方嘅人士，除咗腸道傳染病外，仲要留意蚊傳播疾病，例如登革熱同瘧疾。防蚊最緊要係避免被蚊咬，要着啲寬鬆淺色嘅長袖衫褲。皮膚外露嘅地方要搽含 DEET 成分嘅驅蚊劑。如果露營帶埋蚊帳，仲可以喺蚊帳上面噴上殺蟲劑。科學研究顯示，感染登革熱可能冇病徵，如果被蚊咬，病毒就有機會傳俾其他蚊，再傳俾其他人。所以去完登革熱高發地區之後嘅14日內，要繼續搽驅蚊劑防蚊啊！如果返到香港有唔舒服，記得即刻戴返個外科口罩去睇醫生，仲要話個行程俾醫生知。